如何減少水浸損失？我哋千祈唔好擅自更改或者堵塞河道及排水道，亦都唔好將垃圾掉入河道，更唔好喺屋外隨處堆放雜物，否則容易被洪水沖走，仲可能造成河道被堵塞嘅。喺家中千祈唔好觸摸可能已經受水浸影響嘅電器用具。喺室外唔好俾小朋友走近河流同排水道，或者喺附近地方嬉戲。我哋應該經常清理居所周圍嘅水渠，確保渠口唔會俾垃圾及雜物阻塞。貴重物品需要存放喺居所內較高嘅位置，以減少水浸損失。當水浸時，應盡速退至安全地方，並協助有需要幫助嘅人士、兒童及長者。離家外出或開始受到水浸影響時，將煤氣、石油氣同電流供應關掉。建議居民可以喺徵求專業認可人士嘅意見之後，將出入口升高。大雨嘅時候，喺出入口安裝防水閘同沙包。如果你居住嘅地方出現水浸情況，請通知渠務處24小時熱線電話23001110，遇到緊急情況應立即致電999求助。